小姐，你回来啊？代志办了安怎？当你倒一遍叫阮娘嫂去办的代志，你无成功啊？哦。来，杀过来。来，进来。好，开进。小姐，真妙哦，带人进入迄个合理村，拍开了官兵的娘村。 伊所蹲遐马啊啦，还遐杂粮，啊毛我甲帮我空。姨母，你的本事确实是袂歹，不愧是名震江湖的女神头。小姐，你若要搁讲这款代志啦，但迄我也是少年时代的代志，这20年来，我连一支针都毋捌去人偷摕过呢。我再讲。 要去偷着官兵的粮草，去侦查，嘛是奉你的命令去的。姨母，咱这也无外人，我是咧甲你讲算笑。你看，你若要紧张干呢？城主，启禀城主，定天女电信拜托人寄回来。摕去。是。小姐。 你什么时阵派电影去定天府？是你去捡粮草的时阵，我派人监视司马宏。哦。惨啊！安怎？有一个叫做李玉琪的人，我们向司马宏暴露柳松天的身份。我来阻止李玉琪。这边哪会用的啊？司马宏顶一遍司马宏，伊是知影我倒转来行李山。 但是这摆，伊决定想袂到讲，我还阁有迄个胆量，通我去定天府，所以这边袂危险。毋过，姨母，你若是袂放心，你就甲我斗阵行。假使你若是惊，无你就留伫要山顶嘛。小姐，逐遍哦，都是风险不了的为着柳松天呐。一时啊，咪足恨伊的，一时啊，咪担心到安尼。袂输前世是你欠的，是讲我无对嘛袂用啊。小姐。 姨
曲路台是一个初中大有的人，上府中我一世纪拢来找透透，竟然会无法度找出着迄份副本的计划书。你来这是要创啥？叫你来这要创啥？先上去总督府赴宴，说明我摕这物件来伊的厨房。我是来陪丞相行棋，伊若阁无用，我就要出来去。刘崇天到底是去倒位？先做到即摆还唔转来？哎呀，应该转来的时阵吼，伊自然家己就会转来啊啦。我劝你也是较莫甲管的，阮大是足有个性的哦，伊绝对袂互因某管的，何况你甲伊也还袂结婚的啊。这把对是对倒下来？哎呀，阮老大的话袂歹哦。后悔，规是水莲后悔。嘿，嘿，对，嘿嘿，你想要够巧咧。啊，你安尼一个看着你就知，话啦袂歹吼。莲花就是莲花，啊，好叶就是好叶，哇，你有够赞的啦！你哪来？哎呦，你姑娘啊，你哪安尼啦？哎呦，迄查某人的臭桶哦，实在有影有够大开啦！啊，当这话也无去得失你啊，你也着摕这话来咧出去，啊，你甲你甲破裤裤安尼是有啥物路用？你嘛明明知影阮大个爱的就是水莲河，啊，你着挑工逼伊甲你订婚，啊，当真嘛？你甲我点去！点就点嘛，大丈夫男子汉，话点就点。我是讲吼，无我规气恶你啦。对即马起从今以后，我也莫讲话，啊也莫笑，我规气来做一个平山小生，啥款？你敢有够资格？吼，我无够资格。哎呦，好佳哉啊！好佳哉，我无够资格。我若像阮大安尼有够资格吼，有若去互你爱着，安尼吼，佮逼我甲你订婚，啊，我一世人拄啊好惨。莫生气啦，莫生气啦！我甲你讲笑你哪呢？佢竟然挡袂掉，啊挡袂掉！哎呦对，哎呀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！你对后壁甲我堵咧，无我即声一定去念答壁的。对，人在受气啊！你紧去甲会一个死咧，我规气来倒咧，看会较快活袂？哎呀！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唔准你搁再去想迄个水莲河。刘崇天，你回答我的话啊！莫想，做袂到。
天。刘松天，你虽然爱水莲花，也毋过早晚你总是爱嫁互伊楚工。你虽然无爱我，也毋过后个月15，你偏偏啊就爱甲我成婚。我要互你活哩，互你痛苦一世人。大哥，你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想讲要设计害刘松天，你嘛该等阿囝转来才拍算啊！阿爹已经将机缺剑传给我，我既然甲身为武林山西明主，低调刘松天，这是我应该做的责任。大哥，你就是安尼啦，阿爹讲的无毋对，你逐项就好。就是迄个性地遐尔啊朴素，想要做就要做。其实你若安尼做，你会后悔。人刘松天是好人呢。是谁甲你讲刘松天是好人？张公信。即马讲什么话，拢总已经收慢了。我早就派人去跟踪伊刘松天，无得甲即马人已经无伫即个世间咯。救命啊！过来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快看，慢走。我们走一下，你一定起来。快点，快点，你慢走，快来，快走。啊！走，快，起来，快，好，抓住，快。哎呀！哎，你走！公主，真多谢，若毋是去拄到你，这个囡仔一定要叫金刀抢去的。一个查某囡仔人出门是安怎赚遐尼真多钱？我叫做温玉芳，阮兜是咧做酒的啦。这个钱是阮爹叫我去收倒转来卖酒的钱。迄个请教公主，迄阵姓大名。在下刘松天。刘公主，我实在真惊，搁拄到遐个强盗，你毋知会用去送我转去袂？当然会用的。阮兜住伫咧遐尔，
迄个蜜龙川，也毋过即个时阵，阮厝的人拢伫酒窑咧做酒，要无你送我来酒窑好无？好，你带咯。请。请。刘公主，这就是阮兜的酒药，你要坐一个，啉一杯酒好无？敢袂交了？请。公公呢？恁这间酒药，阁不只要有讲究安怎？这是咧放酒的所在啦。刘公主，要无我出来请阮阿爹，甲阮大哥出来陪你食酒。
石龙外面敢有开关？若爱讲起来，石门内面有开关，外面毋就无法度通开咯。文官，你用地刀拍下就迄个开关，想要将我禁伫即个所在，你却想袂到，连你家己也关伫内面咯吼！